方法。但係我哋作為一個政黨參選咧，唔會預咗輸嚟。唔可以霸凌，唔可以欺凌。第三就係拒絕或者預防啦，每個市民、每個家庭啦，都係愛善美，愛有愛就唔會虐待啦。好嘅，俾啲掌聲佢哋。好嚟望一望呢部機先，好預備1、2、3，好就嚟多張嚇，好預備1、2、3，好仲係俾個手勢。30手勢。係呢度望呢度，係1、2、3。展現你哋最燦爛嘅笑容。多張。嚟1、2。安排嘅呢個場，同埋呢個場咧，咁多會室係最靚嘅會室嚟嘅。所以我哋希望盡量安排最好，俾我哋嘅前線嘅專業人士。嚟嘅話啊，第二樣乜嘢啊？係爆嚟，第三乜嘢啊？於嗰個舉報虐兒一個條例草案。咁我都分享成個過程嘅。咧都有相當嘅認識㗎啦，即係大約咧就係話咧係指定個特定嘅25個行業嘅人士啦。同大家分享下，咁我哋即係好多時我哋諗到虐待兒童就係我哋請多100個社工、1000個社工、1萬個社工，但係我哋每個愛護小朋友心同埋精力社同埋社工。那個考試交了白卷，後面呢，我那個老師跟我們說，那個應該轉學了。青年大時候，16歲，我喺香港長大，所以開始去我讀書，4年開始先開始入到好簡單咁樣去分享咁樣。虐待兒童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，虐待小朋友喺屋企或者學校。論壇令到我哋大家走埋一齊去討論呢一個條例咧，係非常之有用啊！